上面往外，下面往内，连接我们下面的基准线。当你一次剪不完，记得分2个发片剪。哦，不要为了一次省时剪完，这样你的角度它是会改变的。好了以后，我们刚才是分放射状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这一区是一样，每一片都是纵向的垂直分线，一样是移动裁剪衔接。再强调一次哦，发尾没有一个发片剪不完，记得分2个。这时候你们可以看哦，我们的弧度，侧面你们可以看弧度，它的重量就出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形成重量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分区会在后半部，就是整骨点的地方分为一区？